好聊，好聊，好聊，谢谢啊。当然哦，那个有这些，比如说我音乐会，我想嘛是真多啊，这些。再喜欢的，这个音乐会这些，你好，开始啦。下一次会有我们蔡玉辉议员，大家。蔡依薇，无聊，变成他了，这都是我的心新带来一首呢，我们比较契合的一首歌曲。那后来呢，他的周欧的好像要来到一起的第一届，我们春末这边就在这里欢迎那小五，然后今天也喜爱着那个气氛，要不然不一定要来快了，我的老师的是只会做，还会跳啊，那先来对的，谢谢。下边加的旗号，谢谢来自高远。好可爱。幸运多吗？欢迎，谢谢信号的对方，美女们起来啦！再一次。每次觉得你尖叫出来。在我手里靠近老师的几个对看，这些可以记得美女生优的。要学了，不要去没课的，我要去上试去了。小朋友拍拍手，我们才会成为最高的答案，谢谢。的话一起来，手势给我们。
我们要再说一个加码，再给他演奏长一点，后面的掌声就给我们下来。起来好不好？那你帮我接哦，那个等一下小鹿怎么来？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快乐游山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小老师，我们的娜娜。哎，说真的哈，我们走来到嘉宾桌边，才可以感受到大家这满满的热情。说到我们的麦斯乐团，在每一桌的桌上都有摆放我们的一个 DM 哈，哎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哇，这样，这这礼物就是送给这个喜欢的 DM 哈，里面也有我们乐团的联络方式。那当然呢，如果需要我们乐团服务的话，都可以呢跟我们的团长来联络一下。高铁在哪里嘛？我正来找我今晚的高铁的贵宾，我今晚的主持人来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哎，高铁拢是高铁建的，知吗？大家都是吗？那你有见的走到的，头前只啊？哎，我哪天买咱主持咱那边买线人头，我以前跟你有见，一定有老笑大的。第一个那种乐王德吼，说真的，高手在民间。别讲那个台顶的老笑，台顶的都无比那个老笑。安尼哦，像咱我讲的几首歌曲，阮是一寡台语老歌，我相信哇，这几年2、3、4、5、6，已经6大金钗有点买要起来。